请问咖喱联络这个词会使来用讲一个代志的开始，伊一开始是咧对什么物件来讲的？咖喱联络。咖喱咖喱联络咖喱昂啊，是不是咖喱昂啊？咖喱是不是咖喱昂啊？咖喱联络我冇听过呢，你捌听过无？我是有咖喱昂啊。歌戏敢若唔捌听。即马有听就是咖喱羊啊。嘿，为什么是咖喱昂啊？大声讲出来。听学长的，听学长的。华语，华语，为什么？确定。因为它这个咖喱量跟咖喱这个有点类型，应该没这么简单，让你用口音下去用。是。然后这个咖喱量这个练快的该量蕊，那一般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，然后摆身嘛，板身，好来该量蕊，锵锵锵锵的该量蕊，会不会是这个用意？对啊，应该是不会像。要开戏的时阵，拢会扮身出来写信。对。该量蕊。所以 A 歌戏。好，我听你唱歌戏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歌戏对唔对？哎呀！所以即马8000块，因就机会来啊啦，机会来啊！我就是讲，绝对不可能是歌戏啊。哎呦，咖喱，就是有一个那个玩偶嘛，咖喱啊，破的变用手机啊，来弄哈。我感觉是哈。来，我们加油！哎，阮有的足够水，你也加油！好，咱来看一下吼，是毋是咖喱红啊？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是恭喜有得到8000咯！对，妈妈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老师，你开始是甲咧戏要搬进前的迄个连线、迄个卡落迄款的状况，啊来表示讲戏要开始啊安尼嘿。啊，当然这个咖喱联络，有的人会以为讲可能甲咖喱有关系，啊有可能因变吼变做咖喱变咖喱安尼吼。啊，伊用迄个汉字当然咱可能会误会啦，因为。咖喱对啊，咖喱，嘿，啊，所以其实你嘛会当甲想做讲，伊是一个音吼的一个联想啊，就是一个咖喱要开始进行，对，咖喱，好，谢谢老师。